体大消息来关心台湾极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，伊伫昨昏完成412公里环台模拟训练，伊准备要挑战2月28伫北极圈617公里的比赛。连续8日伫大石头卡球改装过，并且穿过台湾西部。台湾极地超马运动员陈彦博为备战北极圈617公里极地超马赛，特别完成一场全长412公里的环台模拟训练。2月底特别策划，希望完成北极圈的挑战。陈彦博伫2024年下半年伫非洲肯亚230公里超马赛，伫只抗马拉利亚药物产生的无数的状况之下，展现强大意志力，克服地形考验，也有对手的苦苦追赶，用21点钟18分摕到冠军。肯亚之后，我继续吃还是很不舒服，没办法睡，所以比赛其实前1-2天其实影响蛮大，但是到后面他们好像也发现我体力慢慢的退下来之后，他们才开始一直疯狂的在追赶，所以这次比赛其实蛮辛苦。甲各个超马好手拼场，伫沙漠顶各种极地环境，通过一摆一摆的艰难挑战，伊继续备战训练，挑战自我，用双脚走出家己的人生，也希望用实际行动鼓励更较侪人勇敢对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